夜阑卧听风吹雨，谨遵师命救青衣。按师傅说，青衣郎只有那书上几页残卷，却在江湖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哎呀，不管了，拿过来几页残卷，再救下青衣郎。切！哎，师姐，咱们都跑了5个时辰了，你总得告诉我来雁南城干嘛吧？你可听说过青衣郎？江南第一风流公子吗？没错，就是谢家的公子。谢家，岂不是我最讨厌的谢雨林他的家族？谢雨林恳求先生相助。嘿，我们来揍他？我们来救他。救他！好好驾车。师姐，我们到了。到了。出去！见鬼了！接下来的路小心点。放心吧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师姐，坐稳了，驾！大胆！王家的车你也敢拦？王家很了不起吗？你是何人？说出来怕吓死你！吾乃极恶报恩。想好了再说。哎，得嘞。大风刀！吾乃学宫风左军。学宫？学宫的人怎么会来这里啊？别说话，我会带你走的。你猜到我了？阁下的下盘功夫果然厉害。快走！哎，走，你的上盘练得如何啊？我跟你们王家没过节，我只要谢家青衣郎。哎呀，是来抓你的呀！就喜欢人少欺负人多。哼！别玩过头了。放心吧，师姐，4大家的人都是废物。你看谢雨林就知道了。抓紧了！师姐，他跑了！早就知道，车里有鬼。哎呦，追上了！看我再快点！身法不错，可惜还差了点意思。哼，看这个，走马观花。第一式，走马观花，居然会卸甲功夫。你怎么会有谢家武功？师傅教的，家师
姓谢，你在修我的功力？我是在救你。你没发觉你现在嘴上的功夫都恢复了吗？哎，你现在四肢活动自如了，悉心调理些时日，功力便会恢复了。出了城你就安全了。如今我们谢家还会有谁能来救我呢？若不是谢家人，谁会这走马之术？这是……自小便告诫过你，一书自得作春意，常见不戒时人看。谢兄，你急什么？七叔，你七叔说，光复谢家要用谢家手段，不是谢家的武功，就交给我吧。告诉我七叔，谢兴给他丢脸了。少侠，千万不可再学这门武功，免得像我一样